今次想為大家介紹一個商業項目，佢係位於銅鑼灣嘅 Omakase 餐廳。餐廳嘅外牆往往係吸引客人嘅第一步，所以喺設計上我哋都花咗唔少心思。有流水牆啦、仿石牆配合發光變色燈帶，日頭同夜晚都有唔同嘅感覺。進入餐廳嘅內部與外牆牆身呼應，食客就仿似置身於大自然嘅石洞入面，享受高級嘅日本料理。所以喺牆身上面，我哋做咗石頭漆同埋仿石板，柔和嘅燈光喺特別處理嘅薄石板上面滲出。唔同石材嘅紋路都有唔同嘅效果。當料理師傅呈上食物嘅時候，就好似讓每一道精緻嘅料理放喺發光嘅舞台上面，不但可以供食客打卡，更加可以增加儀式感。洗手間嘅牆身，我哋都用咗凹凸不平嘅特別藝術油漆。整間日本餐廳，無論喺外牆同埋內部嘅裝修，我哋都用咗同一個設計元素，真正做到首尾呼應。歐買一不單於住宅嘅設計同埋裝修，我哋更加專注喺商業嘅項目。如果大家都想睇多啲我哋嘅作品，就快啲 follow我哋。我哋期待下一條片再見。